动战争冲击全球石油，国内有药厂通知，未来会经济原物料的计价调整药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有客机降落跑道，甲地面的消防车相撞，机场紧急关闭。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美国总统川普3月21暗时是对伊朗最后警告，要求因伫咧48点钟内完全开放荷姆兹海峡，若无就要甲伊朗境内所有的发电厂隆重废掉。时间就是到明仔载早起7点45分。不过伊朗是打硬，讲若受到攻击，就会长期全面封锁荷姆兹海峡，过来会对美军的基地、能源、资讯这些设施落去保护。也目前伊朗是干那运转少数油船通过荷姆兹海峡。伫咧战争进程，逐工是差不多有2000万桶的原油。也法国兴业银行的分析团队的预估讲即马逐工是剩50万桶左右。也美国杂志《富比士》的报道讲，台湾的石油这个存货干那会当搁再冻100天。和中东战争是严重影响到全球的石油，国内都有药厂通知讲未来客户咧落订单会根据原物料计价这个成本来调整药价。另外，有外国媒体报告，未来10天台湾的液化天然气这个供应会来登去，特别是亚洲国家会受到冲击，包括台湾在内，拢会无货。不过，咱的能源署是强调讲到5月底，拢已经完成调度。6月开始，大型增加美国、澳洲遐所在来进因的天然气入来。上面封壳的这个部分也都是塑胶的制品，所以像它这个比例就会非常大。在药药药水部明仔起甚至大细罐生理盐水，比较常常看到的医材包装拢用到塑胶。中东战回滚价即马也受到医药界，有制药公司广告已经受到塑胶类产品，亲像塑胶条、管啊、酒精烫这起价通知。未来产品计价会照顾客落单时原物料计价来自动调整。药品在制成上面，它的供应链是很繁琐而且很多的哈。那我们不太可能说，譬如说糖浆、药水或者药丸做完了之后，结果哇，没有可以装药的罐子包装，是它在做成成品的最后一个阶段。药师分析，包含医材甲药品，拢面临2大状况。首先是塑胶包材起价，成本称悬，相关产品也对得起。若塑胶制品增贵，厂商无法度包装成品，就无法度出货。这段时间其实医材都还是会持续有一些动荡。在过去这几年，其实医院已经渐渐建立自己的一些快速反应的一些机制了。欠货起价渐渐摊开，伫日本所出现像卫生纸现象。专家分析，以台湾来讲，目前卫生纸能源成本差不多占15%，战争了后称悬到30%左右。目前部长国际分会也提悬，确实应该密切观察未来原料供应问题。第一个成本高涨，那另外还有可能就是说，你的原物料可能会没办法及时补库存。那在5月底之前，台湾的天然气供应都无虞。目前所有的一些业者都已经超过我们的安全存量。英国金融时报点名，未来10天部分液化天然气供应会登记，特别是亚洲国家，包含台湾在内国家恐惊严重能源欠缺。不过能源署强调，一直到5月底已经完成调度，6月份开始优先增加美好等地气源，天然气存欠价也有补助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中东战争是超过3礼拜过去大家拢会买金仔来避险。不过这回呢，计数煞是大值。今日这个国际黄金伫咧亚洲盘是博无到4200块美金。来看到讲，中东战争是冲击能源，就惊讲会引发通货膨胀，人是一直咧买黄金。顶礼拜这个金价才达超过10%，是1983年以来一礼拜落上济的。也今仔日落个博超过6%，黄金的价数是继续软。那黄金这个白银的价数嘛是大概剩今年初历史高点的一半尔。总统赖清德公开表示，讲核二核三有下定判的条件，月底就会送核安会来审议，这引起议论。反对立场是表示，讲台湾真接地当呢核能的安全有挂虑，过来这个核废料要安怎处理嘛无讲，社会保强室就要来推动。
也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就强调讲哦，政府是依法来启动相关的程序，毋过无代表讲政府就要来停放核电。罗总统说明讲，面对国际能源这个情势变动 ，AI 用电这个需求伫咧增加，也有讲减碳有压力，才会评估核电，会确定核能有安全，核废料有处理的方法。 过来，社会有共识，爱达成这三大条件，核电才有可能来停放。也若无用核电，罗总统讲哦，到2032年，这个用电拢袂有问题。有一律，核废人无解。批评政府未启动初的回核程度，民间团体甲小党连立法院头前抗议，不满罗总统公开表示，核子核三有停放条件，按算3月底送到核安会审议。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就是参与反核游行。那时候对我来讲很简单，就是不希望说我的孩子未来像那个车诺比核灾的时候，要承受那样子永久无法 恢复的风险。学者呼吁国家应该对核能有更加完整的规划。那我们未来发电成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你可以想象。好，还有什么？你有钱也买不到。 那也批评过去反核规定，互台湾付出代价，政府欠全民一个道歉。另外表示，总统的讲话是伫影响万一，表示若无核安、核废料无解，社会无共识，就袂目前启动核能。 总统郑丽文说：“你的核能政策转弯，应该先跟人民道歉。会跟党内沟通吗？有收到来自美方的压力吗？依法来进行，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贸然的说啊，或者说很快的去把它跳到说民进党政府要重启核电厂，我想这个是错误的解读。” 核子核三所在地新北屏东县市政府拢表示安全是首要原则。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到，核管法当初互民进党立委封杀，是知影党立委收落来，这拢是事实。赖总统说要重启核电，民进党说八字没有一撇，不应该继续的硬凹以及欺骗人民。赖总统其实能够丢弃反核的民主牌，这是正确的，不要再让中部地区的民众用肺发电。电大家都在用不管你从北到南大家都在用电。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大家都能够有更充分的 讨论。陈其迈表示，核能使用唔那是单核能环酸，还是牵涉整体产业发展，大家爱面对也呼吁行政院清楚向民众说明，长期用电发展的趋势，甲政府整体能源规划方向。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东南亚地区 ，Grab 这个平台伫咧做外送甲购车，也业者今日是宣布讲哦，要用6亿美金甲 Foodpanda 台湾这个外送事业买倒来，按算今年下半年来完成。也这是 Grab 第一届行出东南亚来到台湾市场。也 Foodpanda 这边是表示讲哦，收购案是要经过公平会这主管机关审查核准，也目前因的营运拢正常。 去东南亚国家旅游，定定咱看到穿青色制服的 Grab 外送员骑机车伫大街小巷走，嘛提供预约汽车加机车的接送这服务。即马 Grab 宣布要以6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93亿收购Foodpanda伫台湾的外送事业。这是 Grab 头一届行出东南亚进入台湾市场，2020年下半年完成收购。Foodpanda是讲交易也需要经公平会等主管机关审查核准，目前也维持正常营运。如果其中有一家它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1/4的话，那这个时候这2家事业进行结合，要来跟公平交易委员会在结合前要提出申报。公平会是讲目前还未收到案件，那是 Grab 加 Foodpanda 结合了后，伫台湾的外送平台市占率超过1/4，都要提出申报。公平会会照规定进行审查。2024年Uber Eats都要想要收购 Foodpanda，不过公平会甲要以2个人结合市占率会超过90%的理由，决议无通过。工会这边的看法是，无论哪个平台进军台湾，都不能违反新制定的外送专法。然后再来就是说 ，Grab 跟 Uber 之间，他当初在并购东南亚市场的时候有交叉持股，是不是有变相垄断的疑虑？这我们可能要呼吁公平会严谨审查。并购的状况下，我们希望所有的外送员以及平台员工都能全数留任。外送产业工会呼吁公平会爱严格审查，佮强调无论倒一个外送平台，拢应该遵守今年1月3读通过的外送专法，确保外送员的相关权益。记者采访报道。
看到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伫咧当地时间3月22半暝，有一台客机飘落来跑道刷甲地面的消防车烧落。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讲飞行机正副机师2个人已经过往，不过官方是也未公开死伤的消息。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是随宣布讲暂停拉瓜迪亚机场所有航班的起降作业。 飞机机身前站明显毁损，画面看起来真惊人。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伫当地时间22半暝发生一台加拿大航空客机降落了后，伫跑道甲地面车烧融的意外，大阵警消赶到现场救援。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当时一台港务局的车正要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故，所加时速39公里的客机烧融。At approximately 11:40 last night. Air Canada Flight 8646, operated by Jazz, collided with a Port Authority aircraft rescue and firefighting vehicle on runway 4. 根据 NBC News 报道，传出客机正副机师2个人已经死亡，不过目前官方无确认是不是造成死亡，还是人员受伤。 加拿大航空发声明，客机由加拿大爵士航空接飞，由加拿大蒙特罗飞往纽约的加拿大航空快运8646航班。爵士航空表示，根据初步乘客的名单，机上有载72个乘客加4个机组员。The plane carried 72 passengers and 4 crew. The ARFF vehicle carried 2 officers. 网络捌流传真正音动，事故发生前几秒，空中交通管制员捌一直紧急叫车紧停，不过这段音动也无得到证实。这个事故嘛必须拉瓜迪亚机场紧急关起来，详细事故发生的原因也有待深入调查。记者采访报道。 美国因为国会预算卡关，致使数万的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安检人员已经几哪礼拜领无薪水，都有大量员工唔去上班，甚至讲离职，造成美国机场伫咧安检卡手无够。美国总统川普呢，就宣布讲拜一开始动员移民局 ICE 的员工去机场斗3工，也这引起批评。 伫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等待安检的人是排到叉。若是迈阿密的机场，这个人嘛是排到机场外口。因为自2月14预算伫咧国会调车以来，伫机场做安检的运输安全局的员工已经真做是受害者，因无通领薪水，搁爱超时做工课。若官方的数据显示，到今已经有超过300位的安检员是气甲湿头路路，搁有大批员工请假去做散工。运输部长就警告，若伫即礼拜5进前，国会无要发薪水，这恐惊全部拢爱掉定咯。 As we look forward to Friday, that's when the next paycheck should come. And if this Homeland Security funding isn't resolve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TSA agents as we come to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of next week. They're going to quit or they're not going to show up. 总是在机场安检的卡手是袂使欠的，所以川普政府要来出奇招。自拜一开始，移民海关执法局的人会去用派去机场来斗3工。白宫边境沙防强调，照移民执法训练的员工，虽然袂晓操作专业的电工机。 不过会使负责一寡非技术性的服务，会当互安检的速度变更较紧。 Well, we're finalizing plans today, but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TSA does. It doesn't require like specialized training, right? Like you have exit lanes where people leave the airport. Now people try to enter those exit lanes. That's a security breach. Well, an ICE agent can maintain those exits. 川普政府虽然是出奇招，不过民主党的国会机关就烦恼，移民官若伫咧机场执法，可能会引起人权的争议。若目前各大机场的工会嘛开始来去冒一寡牛市，也有礼品卡来甲这基站的安检人员斗3工，所以这预算的问题都要赶紧解套。基站的人员有饭通食，国安的问题唔才有通解决。公司新闻陈伟林朋友。 第二个新总统卡斯特伫这个月就职，也已宣布43项环保法规暂停执行，都有数千个民众行上街头抗议卡斯特害环保政策行倒退。 电报警察出动水炮车甲催泪ga스赶走示威民众。第二首都圣地亚哥甲国内其他14个城市，拢总几多千人伫世界水资源日即天行上街头，抗议第二右派总统卡斯特为了省搁较济外资入来，宣布暂停执行左派前总统普里奇任内所签署的43项环保法规。
Decretos que tienen que ver con los planes de contaminación atmosférica, decretos que tienen que ver con la protección de los ecosistemas valiosos, da cuenta efectivamente que el compromiso medioambiental del gobierno actual es igual a cero。总统卡斯特伫这个月11正式就任，不过上任第2天，伊就下令放宽环保禁令。不过这个放宽的保护措施，牵涉到国家公园的建立，要保护强要绝种的物种达尔文甲马甲红宝徛鹅的生态地，以及对火力发电厂碳排放量的监管，国家气候变迁的关系，互地热长期做大换，欠水真严重。目前嘛，还佫有140万人无法度有清气水通啉，民众烦恼环保政策的倒退，会使你环境的污染更加严重，对抗气候变迁所做的努力会拢白了工。Creo que no podemos seguir viviendo en un gobierno que cree que todo lo que es contrario a los intereses de las empresas y las industrias es una ideología. Entonces yo creo que tenemos que salir, manifestarnos y luchar por los derechos tanto ambientales como de los animales como de las personas. 示威民众让国旗伫第二总统府莫内达宫头前聚集抗议，佮批评政府环保政策的制定竟然是把商业的利益放伫公共福利的头前。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等下要第3月20国会大选，外界就分析现任的总理所带领的社会民主党会因为内政的问题有压力，这个得票率可能创下100年来上低。也除了民生这回川普买伫90年的野心，嘛是这摆大选讨论的议题。台美大选进入最后阶段，这摆选民上关心的是通货膨胀真悬、农药污染、饮用水、能源政策、有钱人扣财富税等有关经济甲民生的内政问题。Der er enormt mange tomme butikker, og jeg tror ikke folk de tør at prøve at springe ud i det, fordi det er jo også dyrt, og mange banker er jo også sådan tilbageholdende med, om de kan låne til at for eksempel købe ordentlig inventar.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for me would probably be clean drinking water. And I really hope they just ban pesticides everywhere where there is drinking water. 现任总理弗瑞德·里克森率领中左派社会民主党挑战第3任期，主张强化国防，支持乌克兰救护福利制度。弗瑞德·里克森执政2任将近7年，也领导社民党超过10年，选举分析选民因感觉真善，也来以严格移民庇护政策，也互部分传统左派疏离。不过最近格陵兰的会议，互民众暂时团结伫领导人的身躯边，伊的支持率对12个17%回升到大约21%，顺势宣布提前大选。主要对手是中右派自由党党魁现任国防部长保尔森。也来中间派温和党的前总理、现任外交部长拉斯穆森，受外界看做是可能影响稍后新政府组成的重要人物。There are a lot of parties who are competing about how do we get rid of our foreigners, our Muslims, and that makes me quite upset. The Conservatives, there's some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 green energy. I think that's pretty important. There's some focus on schools. 台美国会总共179个席次，格陵兰甲法罗群岛各有2个海外席次。这摆有11个政党独立参选，社会民主党得票率可能创下120年来上低，无法度取得国会绝对多数。不过有希望保住第一大党地位，加上右派政党分裂，这要无明确反对的联名来做了，左派也会使组织少数政府。弗瑞德·里克森有有机会3连任成功。国际新闻，施会长编译。现代人生活紧张，压力大，真正挡袂牢哦。也美国在咧流行叽叽叫俱乐部，就是一群人呢，小少去公园，找一个无人的所在，大声喝休，消除压力。3, okay? 1, 2, 3. 大声甲叫落，叫煞了后，大家拢是安尼喙笑目笑。负责人叫大家过来喝第2摆，这看起来真正是足解郁的。伫咧美国，这款连锁的解郁俱乐部是愈来愈兴，会员大多数拢是需要讨放压力的当地居民，因呢伫咧公园较空旷的所在，对远远的码头也是学大声话。这个俱乐部的创办人就是这对爱人啊，2个人有一届伫咧密西根湖咧散步的时阵，这个查甫就想到讲会使对湖的另外迄边大声甲话落，甲心内所有的压力讨放出来。Yeah, we were just having a rough week, and I turned to her and I said, "Do you want to find a spot over here and just scream?"
And she said, yeah, let's do that. But what if people are there? And I go, well, if they're there, we'll ask them if they want to join us. 一开始，因为问过当地民众敢有同意，民众同意了后，因就带所有的人来这大声喊，有的人哭啊，有的人笑啊，好亲像歹心情拢总走啊。两个人决定要来成立大声喊俱乐部。 I feel better just in my body. I feel more relaxed. I feel less tension. You know, I feel just a relief, you know, the sense, because, you know, there's so much that I've held inside, like bottled up, and just screaming it just helps me to like let it all out, you know. 其实这种疗法是自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辅导伊迪的小头疗法来的，主要是透过叫啊，或者是拍枕头这款实际动作来把心内压力甲透放出来。 一直到1960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阿瑟阿诺夫佮创立原始疗法，就是用上介简单大声叫这款方法来透放家己的压力。 The scream can bring out a lot of that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response, but then afterwards, people end up feeling a lot more calm afterwards. That's sort of what's called the rest and digest parasympathetic response. So it can make them feel more calm. 美国各地大声叫俱乐部无同款分会的聚会频率无啥同款，有的是一礼拜一摆，有的是一个月一摆，啊大多数拢是伫咧公园或者是湖边。聚会的时阵会先互会员想讲要透放啥物压力，过来大家就是喘大气，发声练习了后，才会大声甲叫出来。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 澳洲三文乱马拉松伫咧爱山亚举办，有20国参加，去早20已经三文乱也过程哦，那像咧开 party。到达一个结束，穿插古井的选手一个啊一个向前冲，这毋是普通的马拉松，是咧比谁会当伫5点钟内收集上侪三文乱体验。比赛是4人一组，大家争取房爱停满3分钟。 The reason for participation is, of course, to win. And I've attended here last year as well, together with the Norwegians. Now we are a mixed team from Turkey, Norway, and Estonia.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拢总20国193队来比赛，总人数要我900人，其中有寡人真明显毋是头一摆参加，因有的是影伫造型，有人心中大粒，跳入去室外设地中的冷水库争取加分，要安怎适应黏咪烧、黏咪冷的温度是上大的挑战。Look at everybody come here to get experience better, so much better experience at home. We can get so big company. Everything is smiling, everything is cheerful. We just love this kind of events. Yeah. 这届比赛拢总有21间三温暖来斗热烈，其中有一寡三温暖放互人大声开的音乐，阁会当来一杯酒，感觉就像咧开 party， 而且逐间拢有特色，互参赛者唱歌。 The European Sauna Marathon is original. We like it so much. We even copied it and make our own sauna marathon in Switzerland. 这项活动即马是愈来愈受欢迎，今年甚至是头一摆向美国直播。外界嘛，因为安尼，更加了解北欧三温暖的文化。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套，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